大家好，我叫 Donna， 係一位催眠治療師同埋催眠治療嘅培訓導師。好高興大家喺呢度相聚。我想分享下同每個人都有關係，但好多時都可能被忽略嘅課題，就係夢與身心健康。相信唔少朋友都試過發噩夢，有時被噩夢嚇醒，好難瞓返，第二日精神狀態都受到影響，但好多時都唔會理會，或者根本都唔想記返佢，噩夢偏偏繼續而嚟。衛生署舊年嘅調查顯示，香港有5%嘅成人每星期最少都發一次噩夢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當中女性佔大多數，呢個只係求診嘅數字，真實嘅數字相信會更加高。而統計仲發現，全港失眠人數幾乎全球之最，140萬港人失眠，相信今年嘅數字會更加高。我自己都曾經飽受噩夢嘅困擾同埋失眠嘅困擾。好多年前發咗一個瀕臨死亡嘅夢，佢好似一個驚魂，一直困擾住我。後嚟都重複發類似嘅夢，令我長期唔敢好好瞓一覺，好驚一覺不醒。10年前，我開始學習解夢，睇咗大量資料、心理嘅書籍，明白到當年自己患上咗產後憂鬱。於是，我通過寫作治療，將自己嘅夢境一一寫出嚟，做分析，從而明白到自己內在有好多脆弱面，同埋對死亡有恐懼。我接受自己嘅脆弱同埋對死亡嘅恐懼，開始學習做自己嘅心靈治療師，走出自己嘅心理陷阱，醫好咗長期嘅失眠。於是，我好想用自己嘅解夢經驗、夢境治療所帶嚟嘅好處，分享俾有所需要嘅朋友，讓更多嘅朋友明白到解夢係一種自我療愈，讓自己學習做自己嘅心靈治療師。喺我哋身邊，其實有唔少朋友都長期受到噩夢嘅困擾，尤其係重複嘅噩夢，導致失眠、身體、心理健康都受到損害，感覺到好無奈無助，想搵個人傾訴下，但係都唔容易。喺我嘅工作實踐中發現，其實每個人都渴望被聽到、被理解。每個人都好想與別人產生心靈上嘅連結，而每個人都有無限嘅潛能、創意、資源，係等待我哋自己去開發，而呢啲都可以喺潛意識中揾到。夢係潛意識嘅一面鏡，可以將我哋呢啲潛能反映出嚟。當我哋去學習解讀我哋嘅夢，我哋會發現，原來自己係完全有能力解決自己所有嘅問題嘅。所以我創辦咗一個平台，叫做創夢者。創夢者係一個通過解夢做自我療愈嘅平台。喺呢度有分享，有支持，
大家喺一個充滿安全、溫馨、放鬆嘅環境下，通過工作坊或者個人輔導，學習解讀自己嘅夢，探索自己嘅心靈，與內心產生連結，與夢做深情嘅對話。睇下夢喺度傳達緊點樣嘅訊息，通過解讀自己嘅夢境，疏導情緒，解開鬱結，走出壓抑，揾到方向，發現更多嘅可能性，潛能得以開拓，埋藏多年嘅熱情、心願都得以聽到、發現。好多參加過嘅朋友都發出咁嘅心聲，好在有咁嘅平台，讓人最深層嘅世界被睇到，聲音被聽到，身心被理解。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，通過人性化嘅解夢、夢境治療，參加者發現咗一個不一樣嘅自己，更美麗嘅自己，從而放下包袱，走出心理困境，連身心安頓，睡眠質素、身體、心理質素都相應提高。噩夢係唔會無緣無故闖進我哋嘅睡眠世界㗎，除非有重要嘅情況要處理。可能係我哋身體上嘅痛症，機能上一啲唔正常嘅反應，或者心理上遇到啲問題需要解決，又或者身體上嘅需要未被滿足，心靈上嘅渴望需要被聽到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明白，夢其實係人生嘅一部分，夢嘅質素、身體、情緒嘅質素同睡眠質素息息相關。解讀自己嘅夢，尋找一個真正嘅自己，令生命敏感度得以提高，從而懂得由身體同埋心靈方面全面去照顧自己，愛錫自己，身心靈合一，表裏一致，活出健康自在嘅人生。大家想進一步了解解夢工作坊，又或者個人輔導、情緒輔導，或者想同我分享下你嘅夢，疏導下情緒，減壓，都可以隨時畀個電話我。我嘅電話係90306536 90306536，讓我哋一齊去探索夢境，跨越夢境，活出夢想。